多条最面来看，台北市消息站的差不多9点半的时，发生乌梅事件呢，赛车失控的事件。一个56岁姓黄的这个男性查甫司机，可能是呢赛车伤过劳疲劳失控，前后2摆弄到停路边的汽车甲乌多摆，总共13台车弄歹去，1个人佫被弄断骹。伊调输了后继续过赛，好热心的乡亲呢当场甲炸落来。这个驾驶被拖落车的时，规人呢软咕咕，真正是一颗鸡嘛未分风。哪话哪对立，民众甲这台吊水的车辆动起来。他多少人啊？打电话报警。你想到了？对啊。人是添加话拢讲袂清楚，讲话有气无力，驾驶互拖落车，规个人软糊糊，人高戆戆。热心的民众甲人动起来，因为拄则规排奥多摆拢互弄倒，甚至有民众当场卡就互弄断。这样。伤者当时准备刷车，互弄了后，佫互跌着，骹腿骨折，紧急送医。台北市大安区爱国东路甲金华街183巷，昨暗时9点外传出车祸意外。56岁单线驾驶，当时伊先弄到停点路边的3台车，伊目顾了后，佫继续向前，车驶驶了真无稳，了后佫弄到停点路边的10台机车。对啊，拢歪去啊！伊弄的那边挤啊，这边也挤啊。人坏的都坏光了。50岁的阿伯吧，50岁的阿伯开Uber，他就说他疲劳驾驶。车主看到家己的车轰弄甲咪咪毛毛，有够无奈。车祸现场的机车是东倒西歪，零件嘛三甘欢死过。若这个单线驾驶竟然佫是一个 Uber 司机。驾驶尹小克自述返家途中，疑精神不济，经检测呈男酒测值为0。驾驶正常。吊水的原因，国外等警方查清。不过驾驶晃动落来时，一直讲我足忝，敢若是疲劳驾驶，弄到13台车，佫甲人伤到。未来恐惊国外面对赔偿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